来，乡亲啊，已经会当确定咯，这个佩洛西阴暗会到台湾来过暝，明仔早起甲蔡总统来会面，同时到立法院来拜会。这是1997年美国众议院的前议长金瑞奇率团访问台湾了后，让25年来台美双方上悬层级的接触。讲双方会甲焦点放伫个民主价值、经贸的合作、甲区域安全等等的议题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行程，全世界拢真关心，考虑到维安甲国际情势，总统府、外交部等等相关的单位，针对佩洛西今日来台湾访问，拢无给讲。我们针对本案，外交部并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可以分享，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。经过了解，佩洛西所坐行政专机将伫阴暗10点20分到台湾，礼遇通关后，伫警方护送下，住伫台北市信义区的饭店。明仔载透早8点，甲蔡总统会面，后来迈去拜会立法院等等单位，打算伫早起10点到12点之间离开台湾。这个消息一日传出来了后，来自对方威胁一直拢无停过。进前就捌听讲有学者专家建议佩洛西以事实也是技术性短暂停留、顺利行程等等方式化解中国方面的压力，因为既然是佩洛西确定要来台湾访问啊，就无所谓私人的行程啊，一切拢是官方的行程。士大夫无私交，所以蔡英文总统应该尊重美国，也应该尊重我们自己中华民国，而要以正式官方的身份。我想，无论是这个总统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官方代表，对于说接待我们的重要的外宾，这个应该都是有一定的一个规格跟形式来处理的。所以我相信这次总统府也会有一个非常适当的安排，来处理这个佩洛西可能的一个觐见过程。这是为1997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瑞奇带团来台湾访问以来，台美双方上高层级的接触，全世界拢真关心。第一个预期会提到的重点就是民主议题，这个经贸合作也会是佩洛西来台湾的重点洽谈的项目。那第3点当然还有安全项目。今仔10外点钟闪电式行程虽然有较短，不过嘛足以证明台湾伫太平洋岛链上的重要地位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